关先修吧，关先修了，那有准无？哎呀，甲恁修了2套，你啦打当来啦当，在恁一生好看阮呀，哎呦喂，叫你报销会行顺啦，会行顺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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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铃声点算命，唱声互恁好路，报你好路行，报恁好，唱声报恁好路行。老伙仔来，老人来上，食饱来上，来上了，来上，老人来上，食饱哩，上了，上来上，上咩上？对，老人来上，食饱哩，查某人来上，金过去。又会，这种这边还是这种这边，又会喜，互恁一体40字，2体40字。啊，是这样盖起来吗？对吗？要左右滑。要手压起来。互恁一体40你的字。扇子会变这样啊？你的扇子会变这样啊？所以要平的就对。你的扇子会变这样，是这样起来，有没有？斜的。平的，然后起来。你也必要。超过，所以在前面就好。不要过到耳后，耳前。互恁一体40字，2体40字，世甲贵本机，贵本机不是你低，扇子低。扇子低。你看，安尼，你看贵本机。扇子低就好。低在下面。所以说，可是这个是往下这样。往下。你身体不用多。我身体。贵本机。世甲贵本机，就爱送人气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好，你要唱，囡仔来上，囡仔来上背老片，做摊的来上又好休息。那个扇子都没拿了，后面跟你做好。都在这边嘛？然后都扇子都没过来哦。对，都在这边哈。你过安尼很忙啊。对的。囡仔来上背老片，对不对？最惨的来上又好休息，秀才来上救公命，摇摆嘞。救公命。上老爸就知老母，上大兄就知兄嫂。要冲。安尼。上大兄，两毛钱我一单爱2毛钱咯。用好去冲着，上大兄就知兄嫂。然后你爱2毛钱，我拿滚咯。上大兄就知兄嫂。听者，知兄嫂。上弟哥就知弟母。用底哥。这样子走，蹲着走，蹲着走呀，蹲着。上弟哥就知有拍呀。上弟哥就知弟母，上弟哥就知弟母。有拍哈。来哟！来上庙！两公一大堆，哇，要吹大是干啦？上庙！还有这个对题，到三六看。来上庙哈！所以慢点。那谁来上庙啊？拢无半人啊！你唔就叹气。来上庙！看一下。哎。
店甲一大堆，我要喙焦死，佫拢无半个人。这个是你在谢谢念，对，我不用很正式的，不要很正式的哦，这样。两堆这样一大堆，我要喙焦死啊！佫拢无半个人。哎，哎呦喂！到时要甲大肠搞小肠。一时煞起乌云。你头抬高一点。头一点。搞小肠。买一个，一时煞起乌云。你的连续动作拢做得开，不要特意去抬头去看。不是一时即时。小家咧哦，大肠搞小肠哦。哎，有没有？这时特别的跳，不要这样抬头。不要抬。哎，这安那喊一时一时。啊，无你就是要加萝卜吗？加你加萝卜吗？好啊。大肠搞小肠。哎呦！到时要甲大肠去搞小肠。一时煞起乌云。对啊，我看你要落雨咧。真正心肝是有够郁准，想要转去阮故乡，都趁无钱。早已。冲济水。这还有一间庙仔咧，听讲这间庙足侪人来去拜拜的，敢真是有影这么灵性？安尼好，我就入马来甲伊看卖者，嘿。带这个进去。我带进去。有没有？放来点，然后我怎么出去？你说你要不用讲话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先出，你先出的啊。你先出。是啥物叫？我知影。你要先，咱是在步对无？嘿，来你出步就这。我做步。步安尼对无？来你金头的。金头是啥物叫啊？再出来。哦，这意思就是进去了。这个不要不要。拿扇子就好。就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里甲你叫啊，你就露出来的意思。我做步，哈，我做步。来，金头一面对一面叫哈。啥物叫啊？拿出来。我搁知影我叫做金头的哦。哎呦！你是人，是鬼？迄边那是谁个？真歹看包的啊！哎呦！我是鬼，你这边要看地下。是鬼！看直的，看。找我算命！哎呦！鬼我不要算了！我算命，我是变假啦！是的啦！你免惊，我袂害你，我是那道志，踮遮等你进府啊！我跟你也无缘无想，那道志啊！你讲嘛明了，就食。那道志啊！你找我是要做啥物？樱桃娘，棒棒棒，一家
秀，拉水秀哈，拉着，这样嘛哈，然后这样走过去，哎，这样时间了哈。来，从这里来。那需要做多一点力，提前走，提前。我以为鬼都要看下面。不行。一去无过回台湾，从头到尾来洗一番，家破人亡是我唔愿，你着带我来去保护我。这个是电视还是这样？要看字的。哒啷哒哩哒，当在你在讲。在里面那里熊，在你对啊，是在熊对面，在你慢慢学，在你坐在阿信厝边，对，慢的哈，店家等你唔离开，过桥过海着你着带我。哎，无办啦，过桥过海着带我。厝边安尼，厝边啊走你走。过桥过海着带我去，我知阿是娶某搁生后生。眼睛不要看下面。你规游戏拢安尼，好练你啦。眼睛往直看。我知阿是娶某搁生后生。对，安尼叫不当当当当哩哒当当当当。讲到迄阿死是有够贪财，没有拍。讲到阿死，一句。讲到阿死是有够贪财，不仁不义是狂人知，我来我是无遗憾，讲有钱是叫我来，当当当当哩哒当当当当。实在愈想是愈不愿，是伊叫我来过台湾。走走走，行。我若想命哦，有钱赚啦。对哦，动动唱。要我若想命，你若说多声啦，昨天观众在那边有钱赚啦，是这个拍哦，跟前面一样哦。观众在那，所以你下那。我若想命哦，有钱赚啦。当当哒哩哒当当，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哒。日后这，这是我练对哈。对，好，来跳跳，来。
老师，你要休息一下吗？那我们休息10分钟。哦，对，你要想哦，休息10分钟。我在错了啊。那个我时间了。没有，你是从下场，因为你昨天从那边下，是因为昨天观众在那边，昨天王老师是不是在这里？我是从下场下。你是从下场下。因为这边会有个女鬼跟你换。